这个过去，竟若拄着连假道路踏塞车，这个国道5号，今仔日连假的第2天，竟然无塞车，实在互人想袂到。其实这个国道5号，离连假的前1天，交通量就达到3.200万车公里，这个车条比连假第1天还佫较侪，可见大家塞车塞甲会惊咯，拢提早1天就来出发。 车开了真顺，完全无塞车。对国道5号苏澳才苏花界一路是非常顺利。中秋连假第2天，东部国道竟然完全无塞车，互尤其是真意外。顺畅，我们决定本来要来宜兰，现在我们决定要到花莲去，因为没有塞车。完全没有塞车。是哦，哎，原本预期会不会塞车？原本没有，我有先看路况了，所以知道没塞就赶快跑了。 车拢走去倒位？其实国道5号伫连假前1天交通量就到3.200万车公里，比连假第1天搁较侪。大家拢惊塞车提早出发，不过白南、石碇啊、南下交流道是封起来，互大高线的车辆是变侪，比去年中秋增加15%。今天的国五交通量大概我们预估大概也是在4万到5万之间，跟去年的中秋跟今年的端午是没有差异太大。中秋的塞车的状况嘛无出现。 假期的第1天原本认为会有125万车公里，实际上只有115万减10万辆。连假第2天出游加上提早返去的民众，会有119万车公里，比第1天的交通量搁较大。大概上午到下午大概还都以南下车潮为主，不过在下午3点过后，我们预估还是直接会有一个北返的车潮出现，到晚上8点才会疏解。 搁有倒位有可能会塞车？国道1号油门到新竹彰化到埔盐，往北圆山到大华系统，搁有国道3号南下三英到关西乌日到雾峰，搁加上国道5号南港到白南含宜兰到白南，开车时间恐惊比平常时加4到5倍。塞车恶梦敢真正解除，刷落来才是另外一个考验。